卫福部修正规范，规定这卖食的店头家，若是造钱了后，袂当直接去蒙食食。不过，即阵有业者反映讲，因是无在调，搁加请一个人负责收钱，惊一个无细腻就会去互处罚。卫福部即阵是回应讲，这政策打开始会先用辅导的，互大家会当适应。然若是在新冠疫情的方面，卫福部早起是去立法院报告，讲这药啊疫苗拢有够。咱若是快筛是6月中就当生产到需求量的2倍。疾管署统计顶礼拜新冠门诊就诊的人次是62755人次，初步估计疫情流行的期间将会继续到8月初。卫福部早起到立法院进行营运整备报告，疫苗部分有300万剂，药买收45万人次，拢正充足。若快筛的部分，工厂正伫咧赶工，也正伫咧全力铺货。很多人要是到这些第一线去买不到。这个才是问题啊！大概在6月中，我们就会达到所需求量的2倍。在9月之前，目标是多少？会不会超过50？高危险群嘛，我们希望能够超过20%以上。另外，针对卫福部市务署新修正的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实施，从业人员调理食品的手不应同时或者是连续接触到现金。若是违规而且到期无改正的，将会被处6万到2亿。引起真侪规模较小的业者担心，因若无能力请更较侪人，恐怕会被罚。卫福部是回应讲，会先辅导业者，不会影响现况多少，只是稍微注意一下，就可以。这个会有专案稽查吗？还在研议中，但是一定是以辅导，以辅导优先。新规定也明定，外送平台送餐的过程应该符合包装环境等卫生的要求。对此，外送业者 Uber Eats 声明讲，所制定的规定，因伫咧卫生教育课程内面拢有做到。副编导是讲，外送会马因上线进行的训练，拢有针对食安的训练甲考试。对有新的法规，目前相关部门正伫咧了解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